好啦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台江国家公园四草甲闸门溪口两大湿地，是乌面老尾甲真侪鸟仔类过冬的栖息地之一。所以台江国家公园甲台南七股闸门社区的业者来合作，规划寒天限定的旅游的行程，要让游客来认捌到当地生态。 台江国家公园有国际级的湿地生态，有相对丰富生物伫这片土地。台江国家公园嘛和七个杂混社区的青创业者合作，规划一个冬季限定的游程。园区里面有非常难得的一些天然资源，这个是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做小众的推广，然后也能够适度的促进我们在地的一些活动，这样子。 这个社区深度旅游的特色，就是邀请在地乡亲经过培训了后，变做当地的台江大路人，做伙推动生态旅游。 可以让更多的在地人可以自己出来当导览，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下面比较喜欢的就是我来到一个地方，然后听在地人分享他的故事。 前几天啊，嘛举办一场体验活动，自7个的鱼尾养殖一直到实际观赏野鸟和食在地的海产，拢互参加的民众有真深的印象。嘛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会当为社区带来新的观光人潮。